好多謝大家今日嚟啦，係咪？無論喺網上定係現場嘅朋友佢都好多謝啊，譬如嘅介紹啦，係咪咁亦都好多謝，都要多謝好多人多謝稅務學會啦，係咪多謝 CTA 啦，亦都多謝CPD 嘅 committee 啦，咁真係唔講太多啦，始終時間有限啦，因為我有成50幾個 PowerPoint 咁好啦，咁但係無論講乜都好啦，一定要戴翻啲頭盔先，大家都知借翻個免責聲明先今次嘅內容咧，主要係激發討論同思考嘅，觀點想法、意見甚至係所有嘅材料咧，唔代表只係代表演講者，即係我嘅個人意見嘅啫，就唔構成對於譬如稅務學會或者任何嘅機構嘅冇關嘅方針嚟嘅咁內容咧，亦都唔構成政策，亦都唔能夠代表獨立嘅專業判斷，唔能夠作為獨立嘅標準。OK 當然唔可以當做法律或者財務意見啦應該內容咧，可能咧未涵蓋最新嘅因為個世界瞬息萬變嘅或者最新嘅研究成果。咁如果有遺漏嘅咧都係請大家多多包涵啦好啦，我亦都唔特別介紹自己啦。頭先阿菲力都介紹過我啦。咁大家可能喺一啲媒體上面會見過我嘅。可能喺收音機度聽過我啦。如果你前日好似前日朝頭早會聽新聞會見到我，聽到我嘅講台好啦，今日嘅議程咧，其實就係一個延續關於我上次我哋嘅 conference 嘅即係稅務學會嘅 conference 啦。上次就用英文講佢今次所以就用廣東話講啦就唔好重複啦。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大致上會講嘅嘢啦，就係講下全球經濟展望啦。咁我會介紹一個模型嘅，就係 Porter Model，我哋就叫做波特鑽石模型啦 ，Porter Diamond Model 主要係攞嚟分析對外投資嘅。講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喺全球嚟講嘅趨勢啦。咁亦都係講下香港喺對外投資方面競爭力走出去嘅平台嗰方面作為。開始啦咁我哋講下全球嘅經濟展望舊年嚟講大致上都係3.2到3.4之間啦。唔同嘅國際組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經合組織歐盟委員會咁今年嚟講跌咗少少3.1、2.9、3.4度咁正常嘅。咁因為始終我哋有貿易壁壘啦，好多政策不確定性啦，財政嘅所謂約束性啦即係受限我哋叫做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咁呢啲今年其實舊年講到今年嘅啦已經咁但係舊年講到而家嚟講咧，有個累積性嘅所謂效果，所以我哋睇到今年嚟講咧，其實係會略為放緩嘅。